擁有一種不可思議嘅力量，就好似萬有引力咁，將唔同嘅人同埋事連結埋一齊。由愛所編織嘅各種故事，包括有愛情同埋婚姻，每一段嘅關係都有百般嘅滋味，獨特而且珍貴。今次嘅主角薰衣，佢而家65歲。細個嘅時候咧，屋企好窮，生活得好艱苦。好細個咧就已經失去咗雙親。當時作為大女嘅薰衣咧，身兼父母職去照顧5個細佬妹，處理屋企嘅大小事務，更加為咗賺錢養活細佬妹，佢同人坐船偷渡嚟香港打工。薰衣喺佢朋友嘅介紹認識咗佢嘅老公，佢哋好快就結咗婚啦。薰衣喺結咗婚之後咧，好盡心盡力咁照顧佢一家，照顧老公，照顧佢嘅小朋友，亦都經常咧寄錢翻去鄉下嘅。但係內地而嚟嘅老公咧，因為唔係太適應香港嘅生活節奏，個人咧好大壓力，好快沉迷咗喺賭博當中。兩個人因為錢咧成日都嗌大交，佢老公甚至咧有多次嘅情緒失控，仲錯手整傷咗薰衣添。啲仔女都大個晒，離開咗屋企，但佢老公咧仍然日賭夜賭，令到大家嘅關係咧變得好緊張。薰衣佢相信，只要佢老公肯戒賭，大家就可以和睦相處，關係可以改變。但事與願違啊，佢嘅願望一直都實現唔到。可能因為日積月累嘅辛勞同埋波動嘅情緒，令到薰衣成日都好唔舒服，頭脹啊、頭痛啊、胃痛啊、失眠啊、心口悶啊，呢啲症狀折磨得佢好辛苦。最後佢去睇精神科醫生，亦都證實咗患上鬱躁症。喺呢個時候，薰衣遇到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。輔導員透過心靈6週嘅練習，幫助佢觀察自己同埋認識自己。當中選擇咗3個方法嚟處理薰衣嘅情緒，而且仲幫佢建立到內心嘅平靜。譬如話用磬嘅聲音嚟幫助薰衣揾到平靜，建立覺察能力；念誦心經幫助佢鍛鍊專注。仲有一個方法令到佢學習自我慈悲，向自己表達善意。呢幾個方法逐漸令到薰衣睇到情緒只係經驗和合嘅呈現，而呢啲情緒並唔係佢以為嘅真實。喺清理薰衣痛苦嘅時候，佢發現佢最深刻嘅係佢嘅內心深處對愛同埋被愛有強烈嘅渴求，而呢一種渴求反映咗佢從小到大嘅一啲嘅欠缺越大，對愛嘅渴望就越重。薰衣一心以為好努力咁成為稱職嘅大家姐，好好嘅妻子，好好嘅母親，就能夠得到愛嘅回報。佢以為只要好努力咁樣改變佢老公，令到佢老公戒賭，佢就可以得到一段美滿幸福嘅婚姻。但係佢冇諗到，咁樣反而演變成為一種捆綁式嘅愛，對佢老公造成咗一種無形嘅壓力，令到夫妻之間越行越遠。佢亦都冇諗到，呢一種對自己對其他人嘅渴求，會變成為一種強烈嘅執念，而成為咗痛苦嘅根源。之前薰衣佢睇唔到佢自己痛苦嘅苦因，所以佢就冇辦法揾到一個合適嘅方法去處理佢哋之間嘅問題，最後就令到自己陷入痛苦嘅愛。透過不停咁樣練習，薰衣分辨到期望係屬於自己嘅，要解脫痛苦亦都在於自己。佢開始意識到放開改變老公嘅執念。最後一次同薰衣嘅見面，佢已經解放咗自己啦。佢話：我而家自由啦，我唔會再俾情緒困住我自己。我覺得我自己用咗一世去追尋嘅嗰個家，原來一早就已經喺心之所安便是家入面啦。
佛法並唔係話反對情感，亦都唔係話要我哋去變得冷酷無情。佛法話俾我哋知，如果我哋太執着喺愛同埋慾望之中，就會好容易迷失自己，對自己同埋其他人都會造成咗傷害。所以佛法主張用慈悲轉化情緒，用智慧放下執着。好開心能夠睇到薰衣嘅改變，由佢對情感嘅執着到去揾到內心嘅平靜。喺呢度都祝願大家能夠踏上覺醒嘅道路。輔導中心嘗試將佛法結合心理學，將2500多年嘅智慧融合成適切嘅現代心理治療。如果你正處於情緒困擾、家庭、事業、學業嘅壓力影響，希望從佛法理解人生，將煩惱轉為心靈智慧，請聯絡我哋。我哋嘅熱線服務係31626388。